課程嘅時候咧，因為識咗其中我哋學校一位老師啦，咁佢係業界嘅其中一位編劇啦。咁佢嗰陣時就搞咗一個劇團，咁就啱啱需要啲新嘅演員啦，大堆新嘅演員，咁就叫我哋一齊去參加。咁當其時由初初做一啲好閒嘅角色啦，做到最後尾又做過一次係一個男主角嘅角色咁樣咯。最深刻係啱啱喺過去嗰年啦，就係做男主角嗰年，就真係第一次就獻出咗呢個舞台嘅初吻。呢個經驗都幾難忘嘅，因為當其時都叫埋一啲屋企人啊朋友嚟睇，咁所以都幾緊張。譬如喺舞台劇嘅演出裏邊啦，咁其實喺彩排嘅過程啦，咁呢個喺劇本上面嘅討論啊，又或者角色上面嘅扮演嗰陣時咧，咁你可以揣摩到嗰個角色嘅心態啦，亦都有助你第時你寫作嘅方面咧，你可以描寫一啲角色嘅時候，你可以更加細緻咯，佢哋裏邊嘅思想啊，佢哋嘅行為種種嘅嘢都。大家好，我叫 Julie， 我係就讀觀塘 Ivy 電影系嘅學生，喺嚟緊呢一年呢，我就會畢業㗎啦。咁講返喺過去3年裏邊嘅學習裏邊啦，我都學咗唔同崗位嘅應用啦，有導演啦、編劇、製片，甚至剪片、後期製作，任何嘅崗位都有。咁至於講到我自己最中意嘅呢，就會係導演咯。細個嘅時候咧，由細到大咧，我都會同我爹哋去睇戲嘅。佢係一個戲迷嚟嘅，每個禮拜都會睇3至4套戲以上嘅。我好細個已經發覺點解嗰啲戲裏邊咧，啲黑白片咧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，拍得咁靚嘅咧。跟住我就覺得好神秘，好特別啦。跟住去到越嚟越大個啦，睇得科幻片多，加上咧我好中意睇科幻片嘅，咁我覺得我點解有咁多可能性啊？現實裏邊冇可能發生嘅嘢係可以拍到喺電影裏邊度做到出嚟咯，所以我就大下就越嚟越中意呢個電影嘅魅力咯。係一個以前日日見面嘅朋友，到今日我哋大家都怕見到大家，見到面都唔知由邊度講起好。咦，係咧？呢排搞咩？哦，冇撈緊編劇咯。咧，對面座樓咯，咪我 design 嘅咯。其中一個單位，室內設計。得閒飲茶啊！唔該晒。喂，唔使客氣。喂，記得 call 我。好啊，下次再約咯。其實我當時真係好想叫你落車，或者我走，因為我覺得我好似唔識你咁。由細到大，我都知你係要一個上進、要爭氣嘅人。你好錫你老豆，你好想出頭，但係慢慢你冇再接我嘅電話，而且有好幾次我經過你樓下嘅大排檔，見到你老豆一個孤零零咁喺度食飯。我唔知嗰一刻你上進係為咗啲乜。以前你避開我，可能因為我只不過屬於你嘅過去。但係今日避無可避嘅見面，反而令到我想避開你，因為你嘅出現令我知道我哋大家都變咗。阿勤啊，下個月我結婚㗎喇，祝福我啊！我都會祝福你㗎。